花莲公河乡今仔日已经甲徛过烂土拢清扫，后阶段顶电上解欠的是专业的水电工同水师傅。结果慕尼黑机场初日去予无人机侵扰，造成17班飞机紧急停飞。欧洲家认为讲又搁是落雪亚做的。南非的乌卡徛高恐惊10栋内地断症，主要的原因是人类掠鱼掠了伤超过，徛高找无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继续来关心花莲公河乡复原的进度。今仔日早起是已经把所有徛过的烂土拢已经清扫，扫落来就开始清车路甲粪扫。临时的报花是拼讲明仔载10月初是固定好势。也那另外，这校园顶建的工课是刷落来的重点，希望讲会当互学生赶紧恢复上课。这后阶段顶建的工课上界需要的是专业的技工，即阵当地上界欠的是水电的师傅甲土水师。另外，县府今仔日嘛已经开始咧发1户5万块的慰问金，不过这灾区的范围认定甲灾民的证件无去，这个问题拢爱解决。专水车、轻高车伫街仔路四界转来转去。花莲公河乡灾后的复原有新的进度，目前嘉好清土门已经伫中道进前全面完成，兵力和机具嘛转去车路和学校来清理。伫车路顶悬会当看到工作人员戴安全帽啊，咧伫正矮的水沟内面清土刷。太多了，这宾馆的人有时候会下去清啊，不然的话我用机器清会比较久啦。到初三为止，拢总清出来粪扫量有65000吨。环境部讲，刷落来拢总有6个塔地场的规划，拢总会当塔的面积有30公顷以上，100万吨。目前救灾期间，先以塔起来为主，后壁土方再搁照性质再利用。它可能的去处会是往这个水泥业，或者是往农地改良或洼地的填土。东灾区的公河乡港和公河国中，嘛持续加紧清土门的脚步，小山梁和怪手一直学拢无停。除了国军持续投入复原的工课，嘛且教育部提管战级派出长级入来精进协调所组成专案小组，各部会全力配合，学生提早登去上课。每天至少都有100位国军弟兄进来协助学校的清淤工作，对学校的帮助非常的大。清淤工作大概已经到了8、9成的程度，我相信10月7号应该可以来让学生回到学校上课。那如果说真的是在10月7号是没有办法安置一个场地给灾民的话，我们还是趋向于来线上上课。搜救行动搁在进行，马太安溪沙石场下骹的山林区，即马搁有6个人失联。桂林城表示讲，搜救人员和时间在逼紧，烦恼讲天气变歹会影响进度。不过伊嘛强调讲，搜救的工课绝对袂断去。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市漳州一个查甫人随机伫咧路边举刀黑白扑，造成2个11岁囡仔甲1个民众重伤。目前这伤势较严重，细顶的查囡仔已经手术好势，和另外1个救人受伤的细林的民众，2个人拢也伫咧加护病房观察。这个嫌犯是今年3月才出狱，这阵又搁犯案，下晡已经互依照杀人未遂罪送递检视。现场记录器有翕到伫安全部县区的嫌犯，倒手提刀啊，抬伫路行放学的学生囡仔，伫超商前随机救一个查某囡仔，煞来对伊的胸坎拄一刀。一个安亲班的女老师随向前救人，其他学生囡仔看这情形紧走，倒伫对面的里长有看到伊抬人的规个过程。他被人擦伤，我们是有心无力啊，我们只能等待救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医护专业，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救援。里长讲，当时伊伫门口甲林长开讲，听到对面学生囡仔喊休，赶紧去协助。县区的嫌犯先伫超商伤害姓齐的查某囡仔，尾仔姓林的查甫人向前走至，嘛去拄着伤。尾仔嫌犯搁走去超商外拄伤姓丁的查某囡仔，警方随后伫嫌犯住的所在掠着人。不过地方出现这种治安事件，造成每一个人心拢真惊。我觉得政府这应该要修法啊，像这种啊，不然这种放出来之后是不定时炸弹。
嫌犯2015年犯下伤人案，今年3月才拄啊出狱。这届各地共一间超商犯案，造成3个人受伤，其中11岁姓丁的学生囡仔胸坎口拄着伤，转往台中中国附医救治，目前喘气血压稳定，伫监护病房观察治疗。苗栗县政府已经启动互动专案，要确保学生囡仔去上课甲放学期间的安全。我不认为这种大概很多了，这个5家戏5家规，我认为也不多了啊。这真的是我认为他心情怎么样报道怎么样，你不可以做这种事。那既然做了，他一定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警方表示，嫌犯出狱了后，依照出狱人口管理办法，每个月会加强访视。另外，因为伊是毒品代管人口，每3个月拢会验照。这届刷过犯案，嘛当地查清楚伊到底啥目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大病院敢袂少名医的门诊是拢真歹挂号，所以讲网络顶都有真侪倒挂号的服务，一届上无是收400块以上。不过，其实这款行为是违反医疗法的，相当会去罚款25万。直接拍出台大营总这医学中心的名，无限医师的日期，讲合作上紧隔工就会当挂着号，成功才收费。网络顶袂少代挂号的服务，每一笔的收费为400起跳。业者诉求会当替无熟悉电脑的长辈，也是无时间的民众服务，会当免费改期。这种的收费服务已经真久啊。那不就是黄牛了吗？对不对？哎呀，还是要自己去比较好啦。哎呀。就算很难挂，你也是觉得自己去努力，自己去等这样。对，这样比较实在一点。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是有人有这个需求。那这样子的话，当然还是他一定会转地下，还是有人需要，而且只是费用变更贵。那让有需要的人，他可能要代挂的代价更高。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收费的代挂号服务是违法招揽，违反医疗法当中非医疗机构袂使做医疗广告的规定，一旦罚5万以上25万以下罚款。已经执行医事司请电卫生局查处，若是发现代挂号是集团经营，会要求电商平台业者甲封锁。初步了解，以个人经营的较侪。因为这一方面呢，破坏了分级医疗的制度，同时也衍生另外一种的不公平。所以会严查，那么让这个制度能够维持那么正常的医疗体系的运作。代挂产业某部分也反映出民众的需求及困境，那应该会呼吁政府应该要严管非法代挂，并从加强教育、调整挂号措施以及修法3方面来着手。卫福部表示，除了就即卖的法令来走动代挂号业者，嘛会观察个别病院总业新制实施了后，医疗分级敢有落实。若是半年后代挂号也真流行，也无排除针对无经过转诊直接去医学中心的轻症病人来加大部分负担，达到分级医疗目的。记者采访报道。德国慕尼黑机场当地初二是去互不明的无人机侵扰，造成17班飞机紧急停飞，影响到3000多人。当然，欧洲国家就认为讲这又阁是罗西亚做的。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批评罗西亚少想要互战争扩大，因为这暂时已经有几个国去互无人机侵扰。头一件也是规模上介大的，就是顶个月9月初10，是有20架无人机去入侵波兰的领空，北约就出手甲拍落来。这也是乌克兰发生战争以来，北约头一届动用武力对付罗西亚。也若是这后续伫咧波罗的海3个国家，也阁有罗马尼亚、挪威、丹麦，嘛拢相继去受到无人机的攻击。这就互欧洲国家下定决心，要加强东欧的防护网，而且甚至嘛要建立一个无人机的墙来监控甲防御罗西亚的无人机。透早大门的机场，一台飞机停伫停机坪，本来应该透早起飞航班，拢临时停飞。德国慕尼黑机场当地初二暗时，真侪间发现无人机侵扰，造成不少航班拢乱起。德国航管部门为暗时10点18开始限制航班起降，尾也宣布全面停飞，前后取消17个航班。15个航班改降德国的斯图加特、纽伦堡、法兰克福机场，也甲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机场，耽误3000外旅客行程，还有部分旅客规期困伫机场过暝，一直到初3早起才重新开放航班起降。这原来是伫丹麦、挪威传出机场去互罗西亚无人机侵入了后，搁再传出欧洲国家机场去互无人机扰乱。对这代志，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初二出席伫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欧洲国家峰会时，原来提出警告。The recent drone incidents across Europe are a clear sign that Russia still feels bold enough to escalate
this war. And it was never just about Ukraine. Russia has always aimed to break the West and Europe in particular. 这场会议将近50个欧洲国家领袖出席，希望借由乌克兰累积的对战经验，强化欧洲防卫能力，并打造无人机场来应对罗西亚的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先国家在面对罗西亚无人机的时阵，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威吓罗西亚。罗马尼亚总统达恩表示，捌发现罗西亚无人机为乌克兰越界到罗马尼亚。但是，佫发现有无人机侵入领空，会直接甲拍落来。另外，对于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讲伊是抓虎，罗西亚总统普廷初日伫索契论坛时阵嘛做回应。Воюем со всем блоком НАТО и так двигаемся, продвигаемся, уверенн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м. И, значит, это бумажный тигр. Что тогда сама НАТО? 普林表示，陆军因乌克兰境内拍出一条战线，不过北约的国家差不多拢伫协助乌克兰。若是有欧洲国家想要挑战罗西亚，罗西亚无咧睬，嘛会真紧进行反制。公司新闻单思彤编译。美国国会两党对立，预算无过，政府机关关门是已经第3天啊，75万人都爱休无薪假。美国总统川普接受新闻媒体访问的时阵，就放掉，若是医生的问题无法度解决，就要对民主党管理的机构开始裁。另外，这川普表示，因新扣迄个关税，一年会当互美国增加1兆美金的收入，未来上济是会当破发2000块美金互民众。美国联邦政府大关门头一天，白宫预算管理局局长沃特就讲，必须要先暂停，也是取消民主党州经费。就是参众两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加杰佛瑞身躯纽约州，180亿美金交通基础建设的资金已经互法庭。能源部要300项勘涉减碳、空气甲水质改善、电网强化这专案，将近80亿美金的经费被取消。亚纳川普伫右派新闻频道 OAN 的专访时进一步讲，初二伊会甲沃特讨论应该爱裁贴倒一寡民主党机构，也威胁有一寡项目若取消就取消啊，以后也袂恢复。伊也发问讲，唔敢相信激进左派民主党，互伊即个将来唔捌有的遮尔好的机会。Well, there could be firings, and that's their fault, and it could also be other things. I mean, we could cut projects that they wanted, favorite projects, and they'd be permanently cut. 川普也伫即个访谈讲，新扣的关税一年会互美国增加1兆美金的收入，未来上悬会使破发2000块美金互美国人。众议少数党领袖杰佛瑞初二伫国会头前向记者讲，民主党准备好随时拢会使甲任何人来协商。指控共和党和联邦政府关门，是因为因无想要为美国劳动阶级来提供健保。This is day 2 of Donald Trump's shutdown, but it's day 256 of the chaos that the Trump presidency has unleashed on the American people. 参议院两党议员计划初3下晡，搁再用投票来解决这僵局。共和党版本提出法案，若想要过关，必须要有8名民主党议员来走票。也那民主党版的是需要有13名共和党议员支持。外界普遍预料成局的机会是真低。75万名联邦国员被逼休无薪假，也烦恼是毋是无头路。也那国会两党议员的薪水，政府关门期间确实会使照领。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法国真济城市又搁有示威行动，全国大约是有60万人参加。这民众就批评讲，政府减少预算是干那好着财团尔，拢无咧照顾少年人甲工人。也那这场示威行动是造成公共运输、公共建设拢无法度运作，甚至连这埃菲尔铁塔嘛关起来。规条路拢是抗议的民众，因邮报条顶头写抗议被镇压，民主政治危机。结果唔通搁再讲当作柳丁直接批评马克宏政府的政策，只可来牺牲劳工甲青年。自雷恩到巴黎，法国全国刚才发生反政府示威，工会讲有60万人参加，大声喊拒绝尊节，反对新政府减少预算。不过法国内政部讲只可能19万5千人参加。Nous, principalement, en fait, c'est la continuité des 2 premières journées de mobilisation. On aurait préféré qu'elle n'ait pas lieu si, comment le Premier ministre n'avait pas encore une fois proposé un budget d'austérité.
c'est pour ça qu'on se retrouve une nouvelle fois ici. L'idée, c'est bien sûr de retrouver un maximum de camarades. 法国工会发动全国大罢工，唔但交通运输无行，就连埃菲尔铁塔也宣布关起来，真侪观光客来无法度去哩，真失望。因过也理解罢工嘅诉求。That's understandable due to the fact that it's a fight for their own rights. So I guess it's an acceptable excuse for the strike. 抗议民众内面有真侪学生加青年的专业人士，因认为政府几多年来专节政策只敢来照顾财团，医疗加教育资源愈来愈少，新世代无希望。马克宏的任期只敢来剩18个月，支持都是一厘半，伫经济愈来愈悬，议会分裂，政府直咧上专节计划。因果互民众正反弹，虽然大部分的抗议拢和平伫咧进行，因果社会逼损是愈来愈深，就看怎么政府要安怎回应。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英国曼彻斯特一间犹太教堂，初二是发生攻击事件，是有人赛车乌白龙，驾驶落车了后，佮压倒乌白扑，造成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嫌犯是当场去互警方开枪打死。这警方是认为讲，嫌犯竟伫咧犹太人的重要节日赎罪日来发动攻击，这可能就是专门针对犹太人的恐怖行动。曼彻斯特警方初二早起9点31分接到西顿公园米道顿路的犹太教堂发生汽车冲突通报了后，马上向重大攻击事件来处理。案发当日是犹太教一年内底上新型的节日赎罪日，教堂内底有真侪犹太人。远景赶教堂看到一个查甫人提刀堵路人，是要闯入教堂内底。现场的录影画面显示，武警警察将歹徒压倒在地，大声警告围观的民众，讲身躯有炸弹，爱民众赶紧离开。歹徒拼命抵抗，是要起身的时阵，互官警开枪打死。迄时阵是9点38分，离接到报案敢若7分钟的时间。Well, it's obviously it's a bit eerie. Obviously, no one knows the full story of what's gone on yet, but we know the basics, and it's devastating to hear on the holiest day of the year for the Jewish community. 首相施卡尔同志原本伫南非哥本哈根参加欧盟领袖峰会，接到通知了后，马上回伦敦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了后伫记者会宣布，这是一件针对犹太人来的恐怖攻击，下令伫全国犹太教堂四周围加强维安警力。Today's horrific incident shows why. And while this is not a new hate, this is something Jews have always lived with. We must be clear. It is a hatred that is rising once again, and Britain must defeat it once again. 警方事后公布，歹徒是一个35岁叙利亚的查甫人夏麦，伊细汉时阵入禀英国，2006年得到英国公民身份时阵还未成年。这案件另外还有3人因为涉嫌委托收庇，加煽动恐怖主义行动被抓。2013年10月初7，警察战争爆发以来，英国反犹太受犯攻击数量增加真多，敢若是去年就超过3500件。曼彻斯特攻击案件传出了后，美国东西两岸举行赎罪日活动的犹太教堂，也拢提高警戒，加强安检。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去南非观光有一项真有特色的行程，就是看古水的乌卡骑鹅。不过，根据自然保护组织的统计，乌卡骑鹅是当咧快速减少，恐惊10吨来对长整。这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食食温仔鱼甲绕仔鱼，互咱人类掠了伤超过，骑鹅拢找无食。在南非卡普敦东方100公里处的斯托尼角，是乌卡骑鹅的生产地，仍是设立制加古水的乌卡骑鹅。目前当因为环境的因素含欠粮食，面对灭绝的危机。根据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IFAW 的统计，1920年乌卡骑鹅的数量是超过100万对，但即卖会当相对生态的骑鹅数量剩无1万对，是大减97%。而且即卖当年佫以8%的速度持续在减少。Настолько угрожающее для этого бывшего крупным вида. 目前乌卡骑鹅敢若剩28个生产地，是集中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南非海花鸟类保育基金会人员持续帮助骑鹅生产，以用手机来增强庇护环境，而且抗人工收来帮助骑鹅对抗抢物件食的动物。大雨和烧热的天气，嘛帮助收治受伤的骑鹅，也是防弹掉的骑鹅仔囝，负责治疗和饲物件食，所落来才也奉送因转去大自然。A lot of them came in with
injuries. It's usually shark attacks, seal attacks, or even fishing line entanglements. Some of them came in emaciated, which is just starved completely. 保育团体指出讲，乌卡徛鹅的主食是温仔鱼和烤鹅啊，但是这鱼种拢防掠了过度，互乌卡徛鹅面对食物的危机。南非两大保育团体是提起诉讼，3月嘛传来胜诉的好消息，互政府和渔业界达成共识。第一个上重要的徛鹅生态第4号地啊，设立禁止掠鱼仔区，大个禁渔区是对外延伸差不多20公里，确保徛鹅伫生态季节食的物件拢有够。 That the juveniles are obviously inexperienced and not very good hunters when they first enter the ocean. The survival is less than 50%. 保育人士嘛呼吁讲，除了设置禁渔区，佫必须限制掠温仔鱼、限制烤蚵仔的数量，才当确保乌卡徛鹅会当长久生态落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来看美国费城的动物园，一只号做妈咪的长龟，是活到100几岁啊，才真正做妈妈，是伊这个物种上届济岁生团纪录。去年11月放卵，计共孵出16只长龟囝。动物园的员工真细致甲捧出来，一只一只差不多手部大的长龟，那亲像明星上场。 因是西部圣库鲁斯长龟是加拉巴哥长龟的亚种，即摆已经互人列做特别灭种的物种。美国费城动物园特别举办活动，来迎接新生命，搁较要宣告保育的重大突破。因为这细只龟的爸母拢已经超过100岁。This is such a monumental achievement for the team here at the Philadelphia Zoo, able to reproduce these extremely genetically valuable animals and increase the population in human care in North America from 44 individuals. To 60. 朱家妈咪早伫1932年就带入来费城动物园，是馆内上长岁数带上久的居民。用过90多年拢单身，一直到5年前，远方为南卡罗来纳州接工的龟阿布拉索，甲2只100岁长龟结做伴侣。去年11月甲今年1月，妈咪拢总生2批卵，孵16只出来，创下同类上高龄头一届繁殖的纪录。Reproducing her for the first time is a huge success that shows how incredible her care has been over those decades. 其实长龟成熟了后，理论上只要身体健康、环境适合，就会当持续繁殖到生命尾期。加拉巴哥长龟是全球上大的陆龟，寿命差不多175岁。We're just reading that they can go for a whole year without eating and drinking. It's mind-boggling. 长龟的消化系统效率低，会当长时间无食物件。伫动物园用心的照顾，细只龟才袂去饥饿着。园方讲，细只长龟孵出来较大，咬食大真紧。未来这个新出世的长龟会先伫园内生活，再送去无共设施，继续展开因可能有200年的生命旅程。公司新闻温凤仪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